所有的食物内底，我上爱食的就是鸡卵。为着要互我了解厝内的鸡卵是为倒位来，我的阿爸阿母带我来中华风苑来拜访阿雄老师。伫要到位的时阵，我看到远远的所在有一座灯塔，边仔阁有足侪牛车来来去去。我想要请教小峰老师，中华风苑到底是啥物款的所在？是安怎伫遮毋但会当找到饲鸡仔的牧场，阁有鱼港的灯塔，连牛车嘛来当闹热？请问小峰老师，这到底是为虾米呢？咱来到中华的风苑，风苑以前叫做番仔苑，汉人来台湾呢，甲住伫遮的这原住民，拢叫做番仔。当然，这是无尊重的一个名词。原来呢，住伫风苑以前这个所在呢，是平埔族内底巴布萨，北京语叫做巴布萨族对啦。啊，住伫这个所在吼，边仔有一条溪，这条溪应该是叫做二林溪啦。二林溪要靠近海边的所在，有一个转弯的所在。这个汉人时常将这个溪啊转弯的所在，叫做弯，一个什么弯安尼吼。啊，遮带足者因讲叫做番仔的所在，啊，佮有溪啊的弯转弯的所在，所以叫做番仔湾。啊，所以番仔湾这个名就是知影讲哦，有一个溪啊转弯的所在，啊，而且才有带原住民，这个名。啊，现在后来变做风苑的，这是建后国民党来了。啊，听来讲番仔湾无好听嘛吼，啊改做风苑。啊，风苑原来就是讲，伫晚清的时代，这个所在有一个举人举人吼，叫做洪算良，姓洪啦吼，算术迄个算，啊原谅迄个谅吼，洪算良吼，伊这个举人吼，伫遮有起一间真水的厝，伊这个厝的名叫做风苑，哦，就是一个庭院就对了吼，叫风苑。啊，所以后来要改名呢，就将这个地方，这个举人洪算良的这个庭院的名，就叫做风苑。啊，所以风苑的名就是安尼来的。我总算来到阿雄老师所经营的牛皮园畜牧场。阿雄老师非常注重动物福利，伊饲的鸡仔毋但食得好，还阁有专用的沙茶，会当拍里头做 SPA。这款收啊，嘛收数时啊，害我嘛就想要变成一只鸡，也毋过这种 VIP 的待遇，干那家母会当享受。因为牛皮园内底，干那的是会生两个鸡，阿母甲我安慰，其实做人嘛真幸福，因为会当食到这么好的鸡卵。为什么要养放牧鸡？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要回到以前，就是庭院里面有养鸡，那鸡生蛋，我们就吃鸡生的蛋，所以我就把鸡放出来，那我们就有一个额外的放牧区可以去做活动。啊，你就看到母鸡在那边成刷，都很享受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那互相追逐，你心情就会很开心。为着要好，遮的鸡仔对我有好印象，阿雄老师请带我准备礼物。这是辣木，这是辣木，它有富含很多矿物质跟维生素，鸡也可以脱一些嫩叶。我给鸡吃，可以给鸡吃吗？你啊，鸡袂伫你的手食啦，伊会惊你家抓，所以咱一开始你起的时候应该是就是有淡薄仔距离，啊，互鸡来食。咱即马饲的这若无外口的空间，互鸡走，就是互做平视。啊，一般的时间剩下晡，然后出日头，咱的鸡就会出去外口佚佗，就是也去外口食辣木，啊会去清沙，会去冲沙安尼，啊晒日头。咱入去的时阵，就是讲，咱入去内底爱放慢脚步。咱鸡若习惯咱啊，咱该继续行入来，安尼。伫我眼前有5000只鸡仔，我特别选一只上佳的，是一只鹅仔。你从鸡仔变好朋友啊吗？先感受一下伊的体温，这边温度。
加烧烧，你莫加烧烧，加下骹下会烧烧，有无？有。对烧烧对不对？黑的我就不敢抓了。为什么？哦，太。乌的较歹吗？你感觉乌的较歹哦？你唔敢抓乌的哦？啊，你敢抓什么色的？白白的。你看乌的。乌的。啊，你的猫是什么色的？乌的。猫无要紧哦。看我一整个杀气了。好。哎。乌的是歹的。乌的较歹吗？你感觉乌的较歹哦？啊，你敢抓什么色的？白白的。我跳个人哈。你好，我是张雨珊。你冇跟你有讲？结果伊煞互我行走啊，害我心内有淡薄仔艰苦。好佳在阿雄老师拄啊好伫边仔，伊毋若教我安怎掠鸡啊，也阁有甲鸡啊做健康检查。你该右加个重加个轻，你会把它拉伤，所以你要抱着它。哦，抱翅膀，直接抱翅膀，对，抱翅膀。那黑的不是很可怕？抓一样抓脚脚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屁股对着你吗？因为鸡会拉大便。翅膀这边抓不好意思抓翅膀没抓不行，翅膀抓紧。会啊喂，来。耶，来看一个。耶！就是每一只鸡都有它自己的动物也自己的个性。啊，有没有你家，我有你家，慢点袂掉就袂掉啊。你可以来帮鸡做健康检查吗？好。我们就要看毛有没有正常，看脚有没有大便，就是有时候大便会粘在这里。看羽毛有没有 OK， 羽毛健不健康？我看买啊，健康无？像这只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检查哪里，你还记得吗？来，身体检查一下。检查羽毛，这只狗，这家，这家母的，拢母的，都是母的，看鸡冠不准，你全部内面拢是母的，你知影有啥物无？因为它要生鸡蛋，所以都是只养母鸡。为着要互每一只鸡仔快乐生呢，阿雄老师用心设计机关，这摆敢若等设施时的设备，就是团上用中药发酵，搁掺足侪营养分的饲料。发酵液，中草药的发酵液，草药啊的发酵的，过来搁加亚麻仁籽，就是主要是增加鸡卵的 Omega 3。为抵抗力较有安尼吼。让鸡的鸡抵抗力是伫个草药啊，卵的营养价值是 Omega 3。了解。另外也搁有这，就是鸡会去遐脱水，这样脱水，脱个淋水头啊，就会有进去的水会落来，那它就不会食到别人的别只鸡的喙烂。叫啊！你叫一个鸡卵啊！鸡卵。你有啥物？姑姑。物价加上内底加有5000价。那条血燕我现在是没有插电，不然其实它是带电的。为什么要带电？因为它不要让母鸡去站在这一个横条上。阿雄老师对动物福利的用心，嘛互大家肯定。鸡卵最受欢迎，连大鱼的超商嘛买得到，为着要顾品质。
这个鸡啊，伫专用的散放性能，佮经过一关一关的关卡，才会卖到消费者的手头，真正非常顶级。咱鸡就是伊会入去内底生卵，生卵了，伊就是卵内底米中啊，就拖卵大，会当甲卵拖出。啊，咱人就免入去内底捡鸡卵，开始捡卵啊哦。有遮认真，你有遮认真啊？你捡卵有啥秘诀无？无秘诀，就是豆豆啊捡。咱的鸡种啊，无共款，这两壳的颜色水都无共。啊，一只鸡一工差不多会当生几粒？哦，阮平均这是10工差不多生5粒啦，10天10工差不多5粒卵安尼。今后呢，阮会去把迄个粉尘上面的粉尘都擦干净，啊，切好了，我就去冰箱啊，就会冷藏起来。对。超市有看到一种叫做洗选蛋哦，迄就是拢有洗过，要用有呛水，啊，迄就一定拢爱冰，一定还一定拢爱冰。蛋啊，蛋会有那个尖的地方跟钝的地方，你有看出来吗？有啊。有一个比较圆，这个是尖的，然后这个钝的。对，那我们尖的要往下，所以我们刚刚这个都要重新放。虾米？那有啥讲？食人鸡呢，对大家来讲是真世上的食物。阿雄老师说教伊提醒到动物福利，看到这一粒一粒，敢若真水的鸡卵，我感觉会当食到这么好的鸡卵，真有福气。值得我食好到烧顿。各位台湾囡仔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。头仔咱看到章鱼烧来到中华御品园哦，这个咱讲牧场内底啦吼，看到这个鸡啊，真好命，拢会当安尼放放山放牧，安尼会当四界走啦吼，无亲像咱讲伫咧人内底饲的吼，所以咱讲啊，这就是动物福利的这个卵啦吼。啊，咱今日要用这个卵来介绍什么款的这个俗语咧？有一句俗语是讲哦，鸡卵密也有香吼。佫较捌的吼，这个卵咧，其实拢有空芳啦。意思是讲，歹代志就唔通做，有一日就会变空啦吼。啊，今日咱要用这个卵来做什么款的料理咧？好，咱先把卵煎落起来，共款咱先倒一寡油，油共款来小可较济淡薄吼。所以咧，咱讲吼，动物福利的卵食起来就是较无共款。较拔甜哦。哦，嘿，这个白只姜3片、4片，较济无要紧。好。过来咧，咱讲虾米含姜上肉，就是这个麻油上肉吼，咱这白只麻油。好，啊，这油会当互伊较过一丝啊。哇，有香有香。好，过来共款掺一撮糖，还有咱的这个米粒。好，搁一寡豆油膏，一寡豆油，搁一寡水，安尼就好。好，过来今日咱嘛主角之一就是咱这个枸杞吼，已经甲这个泡一寡这个米酒，吼，咱甲伊落去，哇，互伊煨一下，煮一下。哇，香香香！好，咱互伊缩一寡这个水分一撮。这个时阵呢，哇，你甲看，麻油香、米酒香，吼，枸杞、姜的香，麻，这阵咱就甲底起来咯，哇！
我的这位阿明教你组全宇宙头一本台语文食谱，欢迎大家来支持哦。咱今仔有看到章鱼烧去鸡场去捡鸡卵，甲鸡仔咧耍，所以呢，对我想着讲有一首咱这个真好听的台湾民谣，叫做《草莓啊人家讲》。这句话讲草莓啊人家讲，鸡公皮扑跳，出来还有两句哦，讲鸡公皮扑跳，草莓啊四条跳。这就是咱台湾这个草莓啊人家讲。你讲的意思就是讲。鸡公是老人，草莓啊是小女生，这个小女生对死人这个老大人，两个伫遐咧作弄，互相作弄，开玩笑的时，就有这首这个草莓啊人家讲，草莓啊人家讲，鸡公皮扑跳，就是安尼，就是一个少年敢若草莓啊，你人迄个老大人鸡公，就是有这首歌，所以你真正到着咱。台湾民谣原来有这样活泼的歌，草莓啊人家讲。今仔日我甲大家食好斗相陪，介绍好食的鸡卵，希望大家嘛会喜欢。台湾囡仔轻松食，最好名，疗愈甲老歌，欢迎大家订阅甲分享，咱下一集再会。